好势啊，吼，准备足久啊，对吧？吼，好，啊，今日来开始哦。好，欢迎大家吼，今摆来到咱李家口台语文教基金会所办的这个有影讲台语的这个颁奖的典礼吼，啊嘛伫遮甲线顶的朋友，讲一声 hello， 吼，即摆拢足进步的吼，毋但现场啊，搁有这线顶的朋友，甲咱斗阵来参与。好，咱这个吼，有影讲台语吼，咱知影讲已经办第几摆？第3摆，吼，这有影讲台语真趣味，因为咱知影讲咱即马吼台语的前提就是安怎？吼，咱大家心肝拢真清楚，啊，就希望讲啊，即马有真侪人吼，拢甲这个影片囥伫这个网络，所以讲，咱就希望有这个奖吼，啊，互大家，搁较侪人会当来吼，家己做一寡影片是用台语讲的，囥伫个网络顶悬吼，后摆啊，大家会当来找到台语讲的影片，吼，愈来愈多。吼，啊，即摆这个活动呢，吼，这一摆比一摆搁较精彩，吼，因为我3届拢有看过，吼，第3摆我感觉即摆这个作品啊，哇，吼，愈来愈有这个吼微电影的感觉，吼，微电影的感觉，吼，所以讲今仔日真欢喜大家到阵来参与啦，吼。好，一开始呢，吼，咱也先来邀请到咱来李家口台语文教基金会咱的董事长，咱的曲老师来，掌声欢迎。各位朋友、各位囡仔、囝子吼，今仔真欢喜，佮第3摆，佮各位见面吼。咱这个有影讲台语，今年是我头一摆做评审的时候，我拢简单食青领便啊来甲遮出席好啦，因为我安排一个评审的职务吼，所以我过后已经100个卡片，拢看甲真功夫，啊，佮评审，佮注解，佮拍封锁。啊，咱过外前代志，即摆佮袂记。啊，所以今仔时间甲载起，我来搁片一片，搁拍一遍。所以今仔日知影讲哦，哎，这哦，这是做啥物片，做啥物片，今仔是非常欢喜。咱有这个甲迄生活，甲台语结合做伙一个融合一个机会吼。咱甲这物件拍成电影，啊，甲放喺 YouTube， 咱就真正物件 YouTube， 这是咱真好的记录，嘛真好的一个生活的作品，来领导行顺风啊。啊，我早起就有看这个13、15片的电影吼，所以我感觉，咱有影这个讲台语，咱这参加的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多吼。有迄个3岁囡仔、15岁囡仔，啊嘛有以前有我少年人囡仔同拢欢迎吼。啊，我最近就有咧感觉吼，就是讲咱这就讲咱小岁的人拢讲，哦，咱台语真重要，真重要，也是爱讲。啊，来过咱的市大人马上讲台语，马上讲。啊，这个时事，也是教啊，马上讲华语，这重要，无重要嘛。你个时事无讲华语，那有讲台语，那无重要。教啊，嘛有台湾教啊，台湾嘛有台湾教啊咧。所以囡仔嘛有台湾囡仔咧，所以迄个咱毋若爱对顶头顶辈爱讲台语，讲下辈跟以后教人讲台语，安等于台湾人的世界，对不对？啊，我有当日看咱这个电视咧，啊，拢真普遍嘛。真罕你讲，有哪个较真纯、真水的台语？莫讲真水啦，真纯最好台语就真困难。比如讲，迄个咱的台语歌的评审，啊，台语歌人唱台语歌，当然是真出名台语歌。评审内底50成人是按用华语讲，伊台语无代表完全用台语来评审，所以咱语用较真济啊。所以今仔有这机会，借助一个纯台语的环境。我今日评审一定对头到尾无讲华语，一定要咱做到这步。啊，咱这看恁这100多片，咱会感觉有讲台语，咱的家庭的关系较密切。咱的弟囝，咱的公阿孙，干阿孙甲阿祖，拢讲有阿祖甲阿孙恁讲嘛吼，干阿孙哦。干阿孙2回甲做咧回国，今日敢有得奖嘛吼？你知影干阿孙吼？这真清楚吼。阮桃园人吼，干阿孙讲好做沙锅啊，沙锅啊，是特别辛苦的意思。对，伊讲。所以我做阮嫂啊吼，阮嫂啊用90岁啊，阮嫂啊，你沙锅规身躯，哇，我大只，沙锅规身躯听无？
儿孙满堂。不，儿孙，那个曾孙满堂，曾孙满堂，曾孙满堂，煞母啊，规身躯，煞母啊，规身躯，唔是讲伊囝，唔是讲伊孙，讲伊的曾孙，敢若孙是普通不管，然后人也讲煞母啊，哦，阮迄时候欢喜甲，我煞母啊规身躯哦，真出名嘛啊，我家己有较紧张啦，所以我吼，啊，叫做工艺，我今仔要讲一下吼。第一个就过来，咱第一个讲，咱制作一个孙台语的环境吼。我定拄下咱这导演的朋友，导演的朋友，拜托你嘛做一个无华语的影片吼，真困难，真困难。你即摆看咱暗时啊8点到甲咱就上台咧台语节目吼，差不多上我2成讲华语，迄真简单的囡仔。啊！这时间到啊，你要去睡觉，咱来较艰苦呢。你困落来，你要睡觉，咱也做家己的哦，做家己的哈。所以囡仔摆讲，你要睡觉，不要困的，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是希望咱，甲这做台湾人爱台湾人的迄个气口，开嘴读一个台语，你知道做台湾人，一直讲求这华语啊，讲求这时实在是真好教，但是讲你若介有台语就台语会，你若讲华语就华语会，所以咱当嘛是要认真打拼吼。啊，过来呢，咱这作品内底有一寡迄个放假吼，用迄个台语配音，这是真好一个方面。在其他当中，我能做这个台语配音的工作，比如讲迄个什么宫崎骏啊，是迄个工作哦。后尾也我做新闻，现做是确实有一寡咧放假是台语配音的。啊，今仔日咱咧查某片作品嘛有一寡台语配音，啊，搁一个，咱即摆会晓拍这个微电影的吼，你看咱这些电影吼，拍字幕，这用字发音拢真准，啊，表示咱即摆台湾人对这个语言的文字甲拼音是较重视啦。你甲我做字幕，就是真准，我的看法咧。咱这100片100部电影，迄个字幕拢做啊真好，啊，我会感觉啊，有一寡较无做的，迄是一个损失，因咱就是典型咱的台语能力，听讲读写，所以写爱有一个机会表现出来，爱嘛加点有一寡分数，所以今年若无配字幕的，明年拜托配。啊，搁一个，我就感觉啊，我煞的，伊种一篇文章就个。真深的奥义的equation，迄是油拉顶是真深的。啊，迄个人台语足老，啊，因为咱的时间限制，2分17秒安尼吼。有时间的限制对。哦，伊就足紧啊，台语足老，我有听2、3遍，听足艰苦，每次改少改个3分才5分，安尼互人会改对吧？因为伊较好的台语，伊就听无，所以每咱时间就要8到3分到5分中间，啊，互人有较充足的时间表现。较完整的意见，好，我跟我讲了哈。好，涂老师哦，刚讲的涂老师，我来跟涂老师互动一下哈。刚刚咱台语有一寡艺术对无？啊，有诶拢无去啦哈。有一寡物件是新的物件吼，咱以前讲早咱阿公阿拢无咧讲即款物件。比如讲我今仔看到吼现场有足侪咧小朋友咧食这，来食迄号做啥？你食这号做啥？这是啥？唔知咧，无对，你大家拢袂晓讲，你好多棒棒糖对无？棒棒糖，咱台语是怎样讲？是较淡薄仔。对啊，吼。咱用一个，比如讲吼，第一，你若袂晓是读文音，嘛，棒棒糖这。棒棒糖是哦。真解药嘛吼，这真解药，啊，另外一个方式。我会使家己发明文，我是讲是。伊个圆，敢是较大看做金柑，金柑吼，啊，遐是签啊，迄是毋敢咧，遐机啊边个，对签啊对不对？伊讲金柑比金柑机，金柑机，金柑机，金啊机嘛吼，金柑机迄个，金柑签，金柑签，咱落去遐签嘛吼，啊，迄金柑签、金柑机嘛是会使啊。哦，啊，我拄则有想着讲，咱讲机啊边啊，会使用机啊糖回。
迄个真正就其他边真。哦，所以讲这是新讲新名是吧？咱来讲，这个新词有一个方法就是讲发迄个文言音。有出来迄外国来，比如讲，咱来讲迄个 CD 啦、VCD。教官嘛会使，教伊的迄个洋文。CD、VCD， 什么人要说话语，你话语就不要讲嘛。所以即摆真正这个词，咱反正用英语讲嘛会使啊。伊个 CD 就话，伊个 VCD 就话的啊。所以讲今仔来就，阮今仔开始咱就开始找你身躯边一寡物件吼，一寡物件，迄台语要怎讲，还佫无人知，咱就先讲先名，先破名就对啊。先破名就对啊。多谢咱林老师，多谢。我拄仔开嘛足紧张，拢袂记甲大家讲吼。咱今仔即个场地咧，叫做业进化土人经，对无？有人知影啥是土人经无？举手。金米经啊，对，金米经啊吼，其实我嘛毋知啥物是金米经啊吼，就是碾米厂，你看咱就想到华丽的领导者有影像吼，碾米厂对面敢若嘛有一间呢吼，所以讲可见啊，这附近吼以前就是咧金米经吼足多安尼吼，所以直接甲大家介绍，咱今仔日咧遮尔啊水的这个所在咧，以前啊就是一个这个金米经啊，叫做土人经吼，嘛甲咱现场朋友讲一声吼，咱若是要需要去这个洗手间吼，伫个大家右手边出去遐，吼，伫个遮甲大家讲一下吼。好，上来咧吼，咱这回吼，顾老师要补充来。我是古早，讲古早话。即个土人经，我土人的安尼，我来讲一个土人的故事咯。就喺外口迄个土人啦，迄个甲你迄个土人的迄个细型的，从这几个做嘅土人咯。土人经就是你下米的所在哈，下米的所在土人经，下米有迄个土文就夜杯嘛。夜杯。所以讲，惊鹰，就唔通有土人经。你怕脏你就不要，怕热就不要想。惊鹰就唔通有土人经上，特别点一遍无来，到今仔一遍起。赶快学起来，一欧起来，后摆就用这句。搁一个。土人吼，土人伊有一个鱼啊，伊咱真地，伊跟狗仔迄地嘛吼。迄个咧土人鱼吼。迄个高颈土人换鱼。高颈土人无换鱼。土人去下的时阵，底下会紧磨。伊在这放一个，伊搁换，伊搁换，搁别土人会磨来平去嘛吼。中间两个中间是磨来平去。伊去换，但是可能迄个鱼啊，一个鱼尔，迄个鱼比较吼，拍起来爱丢大吼。再你讲啥？就是讲迄个咱若生囝生一个高囝，尼真美啊！你若翘起，咱就进来吼。高囝你敢高人无爱啊？对，迄个高囝爱翘高好，咱就翘起，因为无遐了。哇！以前真正咧压力拢足大。这第二土人嘛吼，第三个吼，土人你下嘛是显。那么咱就要海草的土人经、土人卡，海草的无路用，废物利用。海草的也贴土人卡，伊较显。海草的，嘛是会使贴个土人卡。海草的贴土卡，哎，要土人卡，土人卡较明显。安尼这句咱过来讲一遍好无？海草的贴土人卡。土人经有三句。三句吼，头一句是惊鹰，就唔通有土人经。就唔通有人经。第二句，高颈土人无换鱼。土人无换鱼。第三句，海草的贴土人卡。海草的贴土人卡。今仔学到这三句，感谢咱的顾老师。真正是吼来到遮学三句吼，厉害会记吼。好，即摆吼，咱的这个评审的，要讲啊，为这个台语的方面吼来评审，伊讲，咱嘛爱为这个影片吼，伊的这个影片的
有咧邀请到啊，咱是即个国家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咱的陈瑞英老师来，请陈瑞英老师来甲咱讲几句话。大家好，我名叫陈瑞英，是国家电影中心遮来做节目中调。即届是真欢喜，即个基金会咱邀请我来做即个联系。我主要是负责个就是影片的艺术的部分啦。即届看到100外部影片，我感觉会参加的人嘛足侪，实在是真使人欢喜的代志。主要的即届的影片大概分做2种啦，一种是实景的，就是实景影片。实景影片，另外一种是真实的，就是敢若微电影迄种的短片电影。其实2种拢真好啊，不过如果讲这个实景影片，要很有实力，你台湾一个就爱 OK 啊吼，那失败就爱搁重来。如果是唱歌或者是小盖家己兴趣物件，我感觉这拢真无简单。我印象较深的是，佫有一个时间是有2支影片是咧介绍排球，咧拍排球，介绍讲伫咧运动员顶头即个排球的意见是安怎讲？这我看咧感觉足新鲜的，因为咱一般时阵念厝的吼，念厝的讲台语是较简单，伊有即个观点嘛，可能爸母、阿公、阿嬷或者是细汉囡仔，到底讲台语是会当。不过咱大家出来外口，我是坐公车去学校上课、上班，或者是去运动，其实伫外口的所在，定定台语毋知要安怎讲的吼。所以讲，我看到即个小盖因的专业，或者是小盖因的兴趣的影片，我感觉这足好的。我希望讲明年会当看到更较侪亲像即款的影片出来，毋通敢若踮厝讲台语啦，咱出来外口嘛会当加用加是讲台语安尼。另外一种是，头拄讲到，另外一种是即个有真实的影片吼，我看迄佫较无简单，因为迄是就是讲是大家合作才做会出来的物件吼。变做毋是一个人，或者是2个人来做的。这个物件就比较专业。我嘛希望未来当看到佫较侪迄款的影片。即届我即种微电影拢嘛有较悬的分数，因为我感觉是较侪人来合作来做的，对嘛？做到较用心。以上大概是我的即个意见，安尼多谢大家。来，谢咱的老师吼，老师讲了真对无毋对吼？即摆咱即个作品也是愈来愈好看吼。而且老师甲我讲，有诶是咧爱剪接，其实即摆咧咱若手机啊，即个 APP 吼，拢足方便诶啦吼。你会当啊，小功夫一下吼，就会使加一块即个吼，看起来敢若电影款诶影片吼。咱伫咧遮吼嘛，即个期待第4届吼，即个参赛者吼会当愈做愈好安尼吼。其实囡仔吼，咱时间足有限诶，你敢知吼？所以讲，咱即摆开始了吼，就要来颁奖吼。好，来，咱诶囡仔咧头一位咧吼，咱就来邀请到咱诶董事长柯文信吼，柯老师，柯文信，两个名吼，讲是足困难诶，柯文信吼，柯老师吼要来颁奖，来，咱先邀请到第8号关怀奖者诶得奖人士，好，来颁奖者来，咱柯老师咱来徛遮吼，得奖者来请徛伫咧迄边吼，来掌声。是毋是夏婷？伊是倒一个来？夏婷你来举手一个，就是你吼！来咱颁奖，我去颁奖歌嘛。好，来第2位咱邀请到是咱啊9号吼，即个台文版童话故事改编吼，咱的地文林小姐，来，你听我唱啦，好无吼？预备起，好，咱的地文林小姐，来，好，咱来看这边吼，来。王品心小姐是不是？
创作者吼，而且嘛有写真侪即个咱台语的教材吼，大家拢足熟悉，我就免介绍啊吼。来，先邀请就是咱13号吼，用即个台语来讲埃及文化吼的小朋友吼，滨海金小朋友预备唱。 海景小朋友来，喊去爱国，欢迎，好来看金饼，海景小朋友看家，来看金饼，真厉害嘞，够水了。好，感谢咱的海景小朋友，好，小等你要讲起来讲话嘛，对无？是不是哈？好，多谢，来，再来是咱16号。 林地玉小姐，林地玉小姐，有来到现场无？来，预备，唱！好，林地玉小姐咧，还有陈金花小姐，还有陈金花小姐，还有潘坤模先生来到底起来，有来无？来到底起来，到底起来，噔噔噔噔噔，歌一摆歌一摆歌手。 来，看这边，看这边，来看这边，唱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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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看这边，耶！好，面灰灰嘞，安尼是安怎？啊，会使，敢会使，这台先行起来，迄台先开去，好，咱即摆先颁奖先拢伫遮安尼，敢会使这台，好。 会使啦，吼，咱这有影讲台语，讲在你的面嘞，吼。好，阮这台是安尼就水啊，吼，来，搁翕一个，吼，来，先看你的右边正边，来看正边，咱去画画，来看倒边，看倒边，看倒边，好啊吗？好啊，好，感谢。好，来，好了，来，吼，是咱的詹华酸小姐，来，詹华酸小姐，哇，詹华酸小姐的作品，咱小弟来当看的吼，真古锥，佫有画图，佫讲话足可爱吼。来，咱预备，开始。好，来，过来，继续来，吼，咱来邀请到咱的导师，吼，咱的罗静涵导师，来，罗静涵导师请，吼，罗静涵导师呢是咱的辅导联播网，吼，咱的导师长罗静涵导师，来，咱先邀请到32号的陈雅纯小姐，来，陈雅纯小姐，请了，预备，开始。 特评
李连红，李连红先生是不是？来，预备，开始。 气象魏先生，气象魏先生来请了，预备，开始。王家华小姐吼，伊所写的，免讲教大家教华写的啦吼，伊教大家即咱啊台语的配音吼，足够做的一本红仔书吼，大家会当多多甲阮介绍一下，好无哈？好，我就出来。好，所以来，咱就要来看影片，好无？大家心情就好奇的，讲哇，到底是啥物款的影片当得奖呢？咱即摆就一个一个来欣赏。头一个咧，咱就要来欣赏的，这是背后的这个关怀中假准备好啊未？后台关怀中假准备好啊吗？这台要开无好？安尼电话要进无？对吼，安尼看直接看好吼。好来，咱的关怀中假吼，这是夏天伊的作品，开始。特别是，那就蛮大的考。你看这个网络对的。所以说，车坐较车啦，搁等落去啦好啊。不是他们感觉的。
感谢咱基金会哦，阮这机会嘛感谢各位老师会当互阮即个影片做再出来得奖，感谢大家的认同。因为阮拍这个影片的用意就是，莫互咱的国语、咱的台语、咱闽南语消失去。因为阮较早阮囡仔细汉的时阵，就当去旧厝。阮阿公以前啊抱地的时阵，因阿祖讲遮家家孙咧讲话，囡仔走爸爸阿祖咧讲啥，毋知影。等到阮大汉咧读幼稚园的时阵，都有老师咧教台语，伊较渐渐仔听。即摆等伊较草地旧厝的时阵，伊就甲阮讲，就是阿祖就有当时会当对啦，会当讲话。我感觉迄个景袂歹，诚水。有即摆就是伊若等伊教伫学校学的，然后倒来等去厝，厝内的时阵会甲台语沟通讲话，感觉变成有迄个，怎讲亲子同乐迄个感觉出来，诚温馨，诚好。所以想讲，会当透过这影片，会当把咱上水的国语家保存、保留、传承。继续安尼，所以我会靠用这个名也做关怀长者，关怀中奖。好，谢谢大家。好，多谢咱的谢谢，所以你是导演还是导演吗？我公司。都要无咱的吼，只是讲，迄条歌敢是你写的？不是。老师写的吼，我大家听讲，阿公后辈讲，大家拢足紧张的对无？大家拢足紧张的吼。好，多谢咱的谢先生吼，也有咱的廷义吼，哇，规家伙伙仔拢来吼，继续做好无？吼，继续制作遮尔啊好听趣味的这个影片，互咱大家斗阵看哈。好，过来咧吼，咱要来看的这是吼台文版的一个吼，这叫做暗黑的童话故事吼。安怎暗黑咧？咱来看就知影吼。咱来看这是第9号的这个影片吼，这是郑文玲小姐的创作。无啊，自从你阿公过身了后，你阿嬷就一直困到即摆，明仔算起来，拄好100年啊，嘛差不多要困醒啊。你明仔早时是叫伊起来，
顺便互你阿嬷食早起。是啊你，毋过心里内底无做阮呢，而且我嘛毋知你住伫倒。好啦好啦。伊啊，就真嗨呢，到起竟然去玩玩。啊，大肚腰甲大肠做小肠啊啦！你不要过去，这毋过这敢袂使食，看蛮好。哦。你是个袂歹食呢，毋过毋知影内底敢有啥人无？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这真是有人呢，目在高高的，大哥诶。心灵这么危险，你哪会伫遮咧？我来找阮阿嬷。你阿嬷敢是住伫厝仔厝内底呢？你哪会知？若是安尼，我甲你讲哦。哇！好，咱赶紧给伊叫出来。你不要，这一小应该不会吧？上尾仔发现，阿嬷永远是点无起，啊毋过即只咯，是无亲像故事内底共款，活嘛无透气啊。那安尼，迄个猎人呢，伊共款无互人掠着，伊的心嘛无受着牵制。伫社会上，有真侪安尼的呢，是咱无看到的所在，也毋过煞逐工伫发生。这是咱的地小姐吼，来，咱的地有小姐来吼，甲咱大家讲一下吼，你的这个吼，你的宇宙观呢，淡薄仔乌。大家好，我是苏大的台湾系老师。其实这个影片是阮系一门课期买的成果。而且我要先感谢台语文教基金会，互阮一个空间会当发挥。搁要感谢我的老师，就是鼓励阮来参加这个比赛。要先讲这个影片一开始的人物的设定的是小红帽、白雪公主、三只小猪，还有睡美人。一开始因为大家拢知影睡美人会困一百年才会惊醒，所以伊的房内狗就侪因为嘛无水寸吼。嘿对哦，所以阮就想讲吼，童话故事内底阮就会想到白雪公主，过来就想到小红帽，所以伊的老母是白雪公主，伊的查某囝是小红帽，因为伊的阿嬷是100岁，所以伊的白雪公主嘛袂生少年安尼。故事一开始是发生伫咧因厝内底，有刀啦吼。阮就会看到现今的这个社会上，像是科技冷漠这样，就是伊老母伫咧用电脑，伊的查某囝伫咧用手机啊，后来这个场景就换到那个爪牙龙那边去了。这个爪牙龙呢，其他的童话故事较无共款的所在是，就有关。嘿，伊替那个三只小猪起厝，也毋过三只小猪无爱互伊钱，伊足枵，也毋过伊伫咧森林内底，所以看到一个饼仔厝，伊就想讲要去食，也毋过边仔有一个猎人，伊看
刚来，其实这个摄影机，拉铃，伤紧张啊！嘿，这个摄影的伊，毋是要救伊的阿嬷出来，伊是要甲这个亚龙开死，就是好人变歹人，歹人变好人，这个概念。对，上尾这影片就是要甲大家讲，真侪物件可能毋是阮看到的安尼，所以爱看较深嘞。其实来咱表面上看安尼，爱看较深嘞啦吼。好，多谢，继续加油啦吼。好，接下来吼，咱要来看的这是吼，这个十号的作品吼，这是一个小朋友是不是？啊，不是啊，看唔到。十号的作品呢，这是要来介绍吼，咱网络顶悬即马有真侪这个图文的作家哦，吼，咱即马到底来欣赏哦，这是王品新小姐的作品。无声呢，好，小等一下哈。哦，定来。阮的网络图文创作家，因为伊伫家己的 Facebook 顶悬分享马来貘即种乌白佮真趣味的图，所以变甲真有名。是一个伫外国嘛真出名的画图家，并且有马来貘即个名字。除了这，伊嘛为着保护要绝种的马来貘，所以帮助宣传4月27号世界来貘日。伊的作品是用简单的乌白线，甲家己写的题目来表现伊的想法。伊的图内底的人拢是伊创作的假设，亲像马来貘一样，不过人会当做查某囝，即个人就是主角。伊利用是分别发生的代志，当作是创作的材料甲灵感。刷落去是作品分享。这张图作者写的名义是：拄则看袂出门，看到有人就无专心咧看狗仔。这是咧讲即马即个科技的时代，大部分人拢拿耍手机啊，拿做别项代志，行路嘛无咧专心，实在是真危险。第二个是拜拜啾啾，伊的本名是林国维，住伫咧台南。伊甲雀同款，是台湾的网红作家。伊的作品大部分是用大人的欧式humor的方式去表达良心甲生活内底的代志。伊主要是用抽象佮趣味的方式来表现，这种方式互大家真喜欢。伊的作品嘛是用简单的乌白来表现，也毋过伊的主题甲良心，佮有伊趣味的生活有关系。伊的册内底定定用石头人、麦克喵、火龙鸡、鱼仔这个伊个创作的人创作出来。嘛有真侪有名的作品，亲像安妮无解说甲须知系列。刷落去是作品分享。这张是咧讲世界秘密笑脸一件代志，不过作者用趣味的方式表达。图内底的查某笑伫个的表情，也像是大人的欧式humor，看起来真好笑。阮的介绍影片就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好，感谢咱的王品新小姐，咱即摆就来欢迎咱的王品新小姐，来甲咱就王品新小姐，就是罗以婷小姐，你是好，王品新小姐来，掌声欢迎。我嘛是台湾系的学生，啊，甲我斗阵做这个影片的嘛，坐伫下骹。真老咧，要手一个无？倒是位？是。真欢喜会当徛伫咧遮，我足紧张，有知影要讲啥。卖紧张。好。真感谢李工局基金会，互咱这个机会，阁有老师嘛真鼓励咱参加这个比赛。你平常是足爱看即款网络的图文作家的作品嘛？对，真介意这种古锥的物件。所以你嘛会晓画图文图就对啊。我画甲足歹。莫
这个机会，多谢大家。好，多谢咱的后壁小姐，多谢红旗台你后摆的作品哦，吼。好，来继续吼，咱要来看这支是用这个台语吼，讲埃及呢，埃及啊，是无做埃及，吼埃及好啦，埃及，吼，咱是小朋友哦，吼，小朋友的滨海情小朋友的影片来到底来欣赏哦。大家好，我叫做林海静，今仔我要介绍我做的埃及小菜，我名就是这，好，安尼我打开是就是原来个最好。这因为我要去那边做手笔，所以呢，我要就是来小看了，然后看就是第三件。好，啊，过来一个，这是啊，过来我有叫做妈咪的意思。我总共为了会到这妈咪也很快。好，过来我们好，看这时间线，这就是埃及的时间线。这两个就是埃及5000 BC 的时阵，因就知影，安尼是就是啊。过来2500 BC 的时阵，人民三星就出来。1550年的时阵，就是 BC 啦，啊，就是埃及金字塔就出来。好，这就是最有名的Tutankhamun。是为1325 BC 出现的。好，安尼过来，我来互恁画一个。好，这就是埃及人的地位。第一个当然是就是看到。好，安尼这就是这就是咱的后边故事的第3站。过来第4站就是地主。好，这上会开就是迄农场的工人。好，安尼过来我要互恁看，这就是我埃及的面板，安尼就是讲到安尼。好，安尼，我要搁互恁看一个。这个就是大家看出场他们的金小民歌啦，拜拜！耶！来，欢迎咱的滨海情小朋友来滨海情小朋友。哇，有够厉害的啦吼！阮大家拢学足多对无吼？甲埃及有关系的代志，你足爱去埃及的是？你足爱埃及的是？吼。你摕这麦克风爱摕喺嘴边啊，有来听无？你讲啥来？看头前。好，你讲你的感想，讲大家听。好，来。大家好，多谢偏心老师予我这个奖。我叫滨海情，各位配会，即马2年的，我要甲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啥？咱我要参加这个会讲比赛。继续。就是早仔开始，阿母甲我讲有这个比赛，因为我点到有来，到这个比赛我点到有来，参加这个演讲比赛，所以阿母就搁甲我讲有这个比赛，我就讲好，所以我就一直想，你阿母就建议一个就是埃及小菜，因为我拄好甲埃及上了，我就做一个小菜。埃及，所以我就介绍埃及小菜，互大家看，互大家看这个影片。多谢偏心老师，多谢大家。多谢，最厉害的吼！因为你的这个影片，大家拢知影讲吼，原来埃及吼有遮侪好耍的物件，佫会当用埃及的
奖。哦，够厉害啦！哈，多谢，来感谢小朋友，好比赛，多谢你，多谢。哦，真正这有怎么讲嘞？后生可贵，安尼讲对。后生可贵，我嘛唔知要怎讲吼。好，来继续咱再来看吼，这是12块的影片吼，教咱大家要怎做这个教具哦吼，来看这12块的影片来。咱这洗衣床啊，咱这洗衣床啊，就是结合讲咱厝内底负责我爱用这个啥物，我爱这洗衣服，是讲咱家己我爱这个纸箱啊，咱做变大啊，因为取得这个艺术文化的这个应用啊，所以咱爱的，咱嘛爱你爱我的这个观念。那你看就我之前讲就是咱差不多这个咱家己啊，你看咱做项物件是安尼，大做啊，有这个CD的部分呢，甲咱。做啥物件？安尼你看，会当互囡仔算，甲咱的大学做结合。比如讲，咱试就是衣、样、影，啊，再试的就是咱的啥，即个喙唇音，咱的注音喙唇音嘛，这规种喙唇音就当记住，无。咱大专咱就摕咧我领一个安尼，安尼就搭好啦，大地这部分。啊，当然咱下迄个 size， 所以你大专摕来了，安尼你先甲搭好。好，咱搭平了安尼，咱对这边仔这旗边仔这旗这所在，啊你第一挂了后，你就这边仔有这竖这种绳安尼，啊将这绳安尼甲挂好了，安尼咱的这衣服咱就加起来，安尼就完成啊，啊来就是。来搭对这个衣服一下。咱简单用搭，你嘛，你平常搭嘛，咱可能做一种色，咱就当色啦，啊，咱讲啊，这个啊，这是科嘛，咱的注音科嘛，啊，若讲囡仔出家伊就当你两个台灯，啊，伊要点写嘛是会使，啊，这就是咱的。然后啊，这个那你穿鞋子还能讲啊，咱做这个到我啦，这个洗衣服的，就是本来。哇，多谢咱的林小姐吼，这有在用散无啦哈，林小姐伫倒位？啊，林小姐吼，你这在摕出来卖呢，对无？这个教具，来请。欢迎这个颁奖礼的各位前辈、各位先辈。各位友人，大家好，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搁再次是伫遮啦吼，我本来是伫高雄吼，搁来提奖。不过呢，提奖的同时，其实是足侪人来，得着足侪人肯定甲帮助，而且搁有得着咱主办单位伊会算讲恁会甲我看成啦。不过我第先爱先感谢我的团队，虽然是讲从头到尾拢是我家己一个人想啦吼，加接啦，啊，佮包括道具也是家己来，不过。我首先爱感谢我的启明老师，就是我甘金花老师，系在座伫遮，系教我上这个照片。啊，搁另外我配角的部分，一个影片若要好，就是也爱有，嘛是爱有一寡音乐出来，较会感觉较舒适啊。因为潘老师伊今仔日有代志，所以无法度来吼。啊，我要讲的是先分享讲我为虾米会做这块，敢是我讲款。啊，所以短讯啊，嘿，因为是会想讲要做这项教具，其实是我去参加一摆演习，伊是自然免课的演习。啊，我当时我看到这项物件，当时我看到这项物件，我就上课还袂上了，我拄仔伊分享物件落来时，我就想讲，这我当下一定要甲变做阮家己的教具，而且实际来用的时阵，我感觉咱效果阁真好，袂歹。啊，拄则某某主持人有讲嘛吼，讲有要。你做出来卖啊卖？嘿，有，阮已经有算讲有送一个教具包，内底有这，啊，佫就是还佫有一寡代志，还佫伫遐咧做较周志的，较要出版安尼啦。啊是啦，逐个无气嫌的话，我是最主要即个教具包即个 CD 当然啦，最主要是讲要互咱的教学较活泼的。
吼，啊，嘛讲安尼死板板，啊，其实咱的台语的算讲咱的拼音罗马字，其实会当用出一种无共款的方式来教囡仔，因为囡仔你讲的伊家叫人点听，可能吸收的迄个趴数可能无到20%啦。迄样物件摕出来嘛，就是紧起来。啊，你搁会动手去做，去用手去算，啊会晓教袂晓的，袂晓可能会晓的。其实安尼效果是到迄个金字塔学习迄个阶段，哦，不会的，就是会的教不会的学上济啦。哦，会晓的、袂晓的去教啦，学上济。哦，这是真正是咱即摆现主是吼，咱咧教咱的困境，所以我遐都是讲，来甲即块影片来教拍做即个算讲底片来参加比赛吼。啊，以上是我的迄个想法，我想讲要拜托阮老师来讲2句仔话。哦，来，老师是不是来？请。真感谢吼，这个机会吼，真感谢。因为这个台语伫推山吼，是遇到足侪困难啦。阮会当有参像例如安尼吼，肯做，啊，佫会晓做。阮是算肯做，啊，毋过是这影片袂晓吼。啊，伊真正最厉害吼，大概拢有一个工地，互伊就会当随做出来。我行动也较好啦吼，啊，咱需要较一安尼啦吼。徛伫逐个所在拢会使出来的人，其实是。嘿，我是啦，只是讲有收到无吼，嘿，啊，就说台语听讲读写拢爱啦吼。啊，咱这个教育包就是咱就出一本册，啊有教一个教育包。我当时我伫教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创意教材方式，啊，所以有教一个教育包，即马可能有5月份会当出出来。哦，真正有呢吼，哇，那个大家足期待吼。好，感谢咱的陈老师吼，真正吼呀。是拢有发现讲啊，其实咱的这个，吼，我安尼两支看都一支有声的吼。迄罗马字的拼音嘛吼，其实咧，咱知影讲有哪囡仔爱学，咱大人嘛爱学呢，对无？啊，咱大人咱细汉嘛毋捌学过吼，所以讲这个教材拿出来，感觉真趣味哦吼。迄阿公阿嬷吼，甲孙斗阵来说，吼，看啥物人心念出来，这才袂歹哦吼。迄阿公阿嬷就马上学，因为经孙讲。阿公阿嬷就 OK， 吼，啊，看是孙较紧讲，还是阿公阿嬷较紧讲，吼，安尼即马这罗马字吼要推啥，吼，安尼就足紧的，吼，所以到这个红包紧推出来，吼。好，来，继续咱搁要来看这个影片呢，吼，是咱知影有一个童话故事，吼，做者《爱丽丝梦游仙境》，知影无？吼，咱来看这是台语的版本，来。
想到这想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好，这样下一个嘞，吼，这是算讲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前传的款嘛，吼，咱来会邀请咱即摆的这个创作者是咱的詹华酸小姐来请了。大家好，我是陈华山。多谢评审予我一个奖。歹势，我的台语讲真歹。袂啊，你讲了真好啊，免客气。就是要多谢老师，天大学校的老师鼓励我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是我朋友予我这个创意做一个影片的，然后多谢我阿母，伊教我鼓励足济，就是教我哋足济上，阿母上，阿母，阿母敢有来？阿母可能有咧看这网络，来替打招呼一下。看着伊要哭，因为我讲的台语足歹。啊，继续练习，就是感谢大家啦，多谢。好，多谢咱小姐吼，来听吼，阿辉过来好无哈？好，所以咱要来看一支影片咧，这是讲着是阿嬷的智慧哦，吼，这个影片内面咧，嘛讲着真侪吼，我迄阵咧看时阵，我就想要摕片来记落来，有真侪咧古早的时阵的一个讲法，足古锥的吼，咱到底来欣赏这支影片阿嬷的智慧。大家好，我是郑雅纯。我有一个足古锥、足厉害的阿嬷，伊知影足侪代志。比如讲，若是咧考雨的时阵，伊就会出一支出来，叫做掘头母。然后，伊就会甲掘头母点对迄个人的头壳壳仔顶悬，掘头母雨量美好。到底雨敢会安尼就停去咧？家己试看卖就知影。刷落来，若是厝里咧惊歹运的时阵，伊就会摕盐甲米开始烧。注意哦，爱一面烧，佮一面站涂骹，而且佮爱念讲，无法度用咖啡布，无钱仔用老棉布。袂走你就走，毋走我就用盐米烧互你骹断手指。安尼歹运就会去互伊赶走啊！假使讲厝里囡仔着惊一直哭的时阵，伊就会家己打较只拼，一直打，拢无惊，12条原是毋知较只拼，拢无惊。囡仔就会渐渐袂哭安尼。也阁有哦。若是捡鸟仔死掉的时阵，伊就会捡一粒石头，甲鸟仔切落身去，然后呢念讲，鸟仔暖，石头甲你换，甲石头捡好，安尼就袂惊歹运啊。最后呢，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定定咧生目高针，逐摆伊若看到我目睭真红的时阵，伊就会摕一领衫。用这个夹夹，是我目睭这悬点的，念讲三九有针，目睭无针，三九有针，目睭无针，甲我的目高针收了。这都是阮阿嬷的智慧，你若是相信，欢迎你甲我做伙讨论；你若是不相信，就准拄煞。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多谢大家，多谢，好，咱欢迎咱的郑雅纯小姐，吼，来甲咱讲，郑雅纯小姐，哇，足厉害的你阿嬷，吼，这支是啥？对，这支大头母，口无两米，好，两米好，你看，吼，来，大家好，我是。
即摆在读台语系学生，而且我真感谢各位医生甲我遮尔肯定，互我即个奖。过来，我要感谢我的，来，这两支咧摕，吼，啊，搁一支有声咧。讲正经。过来就是上主要就是爱感谢阮阿嬷，我细汉就是拢对伊大汉，读小学的时阵转来厝里就伫遐顶伫外口遐摆一条细条桌伫遐写作业，阿嬷就伫边爬面去脚甲甲我讲一寡较早的故事，我就写听安尼。较早就感觉这阿嬷咧讲的这个故事足好听，叫做趣味的，对。渐渐就会记哩遮物件，搁有当时阿嬷搁会念一寡像拄仔我伫影片内底讲的遐一寡，算较早的人的智慧啦。伊讲迄拢是伊的阿嬷念互伊听的，但是真侪伊拢袂记一了。我咧想讲，即摆阮阿嬷咧念互我听，阿嬷拢讲伊的阿嬷念互伊听，伊拢无啥会记一了。我即摆若搁甲记落来，以后遮物件就无去啊。所以我就甲即个影片录落来。安尼，像就是因为下考嘛拄啊好，老师互阮，甲阮鼓励讲来参加即个比赛，我就甲即个影片摕来投稿，安尼，就真感谢大家互我即个奖，安尼，感谢大家。好，多谢咱的田小姐，哇，田小姐呢台风很稳健吼，一个人自头到尾，拢伊讲有表情吼，这声音嘛有表情，真正足厉害的吼。而且田小姐讲了嘛诚对吼，一寡咱的老大人讲的话吼，记甲学起来对无吼，啊无一代一代一直袂记了吼，安尼是怎嘛真好咧吼。好，过来看后一块这个影片呢是阿祖台语紧来报吼，这内面有阿祖吼，嘛有这个这个干仔孙吼，咱就来看就知吼，到底是啥物人咧报台语来？阿祖嘞，阿祖嘞，阿祖，你干仔孙哦？查甫的。查甫的哦，哎呦，讲时间呢。阿祖你今年几岁？88。哇，阿祖你老公健呢？啊，你有甲伊讲台语无？有啊。有吼，你爱讲台语就对啦吼。今仔日要教干仔孙讲啥？要教数字哦。阿祖你来安尼哦。这我会晓。一两三。白四啊，饲白三，四五六，一只牛啊，两只角，七八九，10只狗啊，四只走，哪个跟好？今年30个了7岁，今年30个了7岁，今年30个了7岁，赞！阿祖，我知影你阁有介意别项对无？你是毋是阁有介手，今仔头，腰，头尾，骹，弟弟，你的骹咧？头嘞，头嘞。咱的台语大声讲，做人是大，莫闭门。
用心吹油唔通动，美丽美容上盖用。吼，真感谢咱即个机会，吼，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咱的李艳英小姐吼，哇，真的是辛苦了哈，辛苦了。好，来过来看另外一支影片吼，这是也是吼，嘛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吼从头到尾吼，老先甲甲大裤鱼来到底来欣赏。七口杯解冻饼啊，饲化人拢袂杂细，蚵仔面线炒豆腐。上山到长性等夜，唱声歌互大家听。上山这温馨建设，七口怀念旧文化，欢迎大家来这佚佗食物件，欢迎大家来这佚佗食物件。大家吼。 我是上山囡仔，吼，真欢喜今日来参加这，我嘛唔知影，啥物时阵我的台语变甲遮厉害啦。哦，我即摆囡仔是说甲讲台语，伊拢甲因讲听无咧，真正甲老爸拢讲台语，讲到台语，甲囡仔讲你好吗？安尼讲对，我想想嘛是唔对。今日有即个机会，基金会甲评审个照顾吼。 哦，咱有迄个调奖，带囡仔来看嘛，看我遮一个人咧讲台语安尼，哦，上主要感谢咱厝内阮水某，哦，甲厝内人，要起来听一个。感谢因踮咧厝诶咧甲支持啦，哦，搁另外亲像即个影片内底，迄个背景有够水，但是新店中正。 国小迄个校长就，副校长就，甲各事组的组长，吼，嘉辉甲珍妮，因安尼参详才有通少遮水布景来安尼。迄只裤鱼呢？裤鱼我本人家己做。哇，上声哦，够厉害嘞！再来就是感谢我的台语老师啦，哦，我第一个，我今年才去参加迄个台语班台罗啦，吼，我去参加台罗哦。
边一个迄个外省的，伊甲我讲，哦，陈先生，你讲台语讲甲真好呢，你是学外语啊？我讲吼，我自细汉吼，在阮父的腹肚内底，我就开始听呢，可能有50年啊哦。啊，伊讲哦，真厉害，真厉害，我嘛是感觉遮厉害啦，吼。啊，讲到即个台语老师吼，柯振辉老师吼，我敢若上伊一届的课安尔，吼。啊，我听讲这爱写台语文啦，啊，我毋捌半字啊，会晓讲袂晓写。啊，我上一开课，我就甲拜托，哦，老师啊，迄要参加比赛，我学袂写就准的，啊，影片互伊，啊，剩的你甲写哦，写过，吼，啊，伊嘛真热心呢，伊讲好，你来参加比赛真好的代志。啊，伊甲我写，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迄个陈同学啊，你这写的是我拢有甲你改，啊，毋过你影大当中啊，有3个字无应该出现啦。啊，我讲是倒3个字，伊讲哦啦，阿爸啦，阿嬷啦，这3个字是华语的，无应该出来啦。哦，伊若安尼讲，我就知影，奥巴马袂使出来啦。奥巴马已经落台啊啦，即摆是川普啦。吼，安尼我就知影，我就了解奥巴马的台语文内底是袂使出现的啦。啊，再来就要感谢，啥物人来报我即个参加即个比赛？我本来拢无代志的哦。我好好忙忙做我的学生哦。一讲一个面册，比如讲，前辈，有啥物代志？有这理工局的迄个基金会，你要来参加无？我讲，我袂晓拍你啊，我会晓讲，我伫下是咧讲古囡仔听啊。即摆佫发一个牢骚，我若讲无3句台语哦，有人举手哦，听不懂，我惊一个，我讲无3句的就讲我听不懂。所以我即摆拢头前就亲像安尼哭安尼唱，啊，逐个拢无感觉，逐个戆啊听，啊听到尾也感觉不耐烦的时候，我就开始换，即只换过来，遐换起来，啊，逐个拢较无感觉啦，嘿，啊就我佫讲倒转来，讲迄个甲报即个人，因为足热心的，我甲讲我会晓讲古，会晓语影，袂晓拍你，吼，爱讲无要紧。前辈，你只要你录出来，剩的我拢甲你解决。我讲哪有遮好康的代志，啊真正，我录好，伊是无甲我拍好，吼，啊佫我来报名参加，真正有奖啊，真正感恩，啊上尾啊，感谢各位啊，啊感谢有即个机会，看我就来甲阮细汉囡仔讲，啊，换年来参加，台语一代传一代，安尼才有希望。吼，啊，咱来秀一段。好，来秀一段，咱就爱2支麦克风变吼，1支，吼，来。我考你来。哦，好，你考。开始。台湾宝岛福摩萨，台湾宝岛水甲亲像慢步跳舞大脚步，好山好水好地理，别个无地比。上巴家人庙口小食饱饱看，中正公园夜景是一棒。新北市淡水红毛城炮台古文化，观光散步拢嘛爱去遐。台北市上关大楼102景业堂破馆，新旧文化大家拢知影。新地新丰庙有灵社，庙里4月游荡鬼开满山坪，真正使人感动跳舞又唱歌。台中大后8港市民小妈祖，台南古都赤坎楼，文化保存4月拢是文家宝果。高雄爱河夜景气氛真正好，食海产毋免补，地顶高亢无花现，老小市面路数。花莲甲台东观光客千里迢迢走来欣赏天的风景百美图，上人肯定厝内生态真丰富。一定爱来研究看是有影无？台湾自零西了，真正了解台湾宝岛啊是宝岛。哦，哇，好，我谢谢陈小弟就比吼，飞落来，真正无简单的吼。爸爸有最严格咯，讲叫伊紧飞落来，会敢会安尼？我毋敢讲吼。我讲一个啦，这囡仔咧华语甲台语吼，
我来讲生教就教别，比如唱歌，我甲唱在拢唱歌，我唱歌就唱歌。唱歌。但是尾仔这陈小弟的这个发音吼，不只啊水呢，有厉害！这个台风甲爸爸同款吼，真的是后继有人吼，哇，厉害！多谢。正经爱讲台话哦，就是讲来咧台语表演时台湾，然后正经就讲又开始说华语嘛，安尼都会较无彩哈。好，来，所以咱再来看一段影片吼，这是老爸5万来到底来欣赏哦。倒手边伫柜里啊，迄个是我老爸，正手边迄个是日本时代的小学老师。后壁迄只水牛是我细汉的佚佗伴。毋过，伫阮老爸过身了，牛卖互别人。本来牛车嘛要卖互别人，是我大声话讲，这是老爸留互我的，这是我的。后来天牛车出现，将来找无一只牛，就安尼，这台牛车伫阮厝角点点啊过了40冬。我真爱看隔壁阿同叔啊，伫咧宣传，迄个模样，足亲像老爸过去的眼神。望风调雨顺，期待囝儿时世会当平安。毋敢孝顺趁大钱，只求会当顾不到。细汉时阵袂晓读册我。老爸伫牛车顶头甲我讲：“你较袂晓读册，牛车会留互你，你就会枵死。”老爸对囝儿的爱，就是遮尔啊单纯，遮尔啊互人感动。人生有时起，有时落，只要认真打拼，成功一定是你的。感谢阮阿母的辛苦车养，互我即摆伫台北有一个好头路，会当完成老爸的愿望。哇，感谢咱的林连红先生来，咱来邀请咱林先生来甲咱来分享一下，这已经是这个纪录片的水准了吧？来，请。大家好。好。在座各位大兄甲大嫂。我人个是讲好，我会认真讲较好，望得到各位的学乐。我是细汉啊，我是细汉，其实我家想想咧，我嘛是一个真传奇的人物。我细汉1年的时阵，阮老师讲要我送去科技班，就是识字班。我真欢喜，等于甲阮爸讲，全班敢若我有资格哦。阮爸手边我生落，伊敢若讲一句话讲，生到这个文囝。但是我真仔心内咧想，全班敢我有资格是哪用拔水马？但迄时阵我真正册也袂晓读，但是呢，有一遍，阮爸甲讲，你若我都像恁大兄呢，会当摕到前3名，我予你200块的奖金，200块的奖金差不多像即摆4、5千块。阮爸敢讲，我就敢做。毋过我是用开源的手段。我小1年的时阵，阮老师伊甲阮教算术算了后时，伊就叫阮家己强分数，敢若4科尔，叫阮家己强，伊就开始讲400分的举手，昨日是阮班长，阮班长拢考400分，伊就举手。过来399个，无398、397、396有人举，过来395、394，我今日连我392个时。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手来赢个。结果我得到第3名。当我摕到这个奖状转去的时阵，阮爸唔相信。毋过大家
照片照片，我才摕到人生当中的200块。毋过过去时，阮爸其实足毋茫讲我会当去考师专呢，会当做老师。然后阮爸嘛，我爱去读私立学校。其实阮厝并无讲介好业，阮爸开牛车，咧共车刷载石头，会咧趁钱。毋过伊嘛想讲，大汉的虽然讲较晓读册，读私立的，细汉了后嘛爱来栽培。所以呢，我嘛讲对阮大汉去读私立学校。毋过，阮老师有一遍甲我讲一句话，因为迄阵阮阁有国中3年，我国中1年。伊甲我讲，我咧2点钟的时间去想看觅，你有对一点赢恁大兄？我一日用2点钟的时间去想，结果想讲无，我无一人赢伊。就是安尼，我结果呢，我过去的生活当中，伊是真自卑。毋过，阮爸伊嘛实在真因材施教。伊讲你无要紧，你不要读册无要紧，我这牛车会留互你。后面这牛车是你的，这只牛嘛是你的。我永远记得阮老爸甲讲即句话时，我其实心内，迄阵是戆戆，你知影？想讲我换牛车换袂歹，换会当安尼。迄阵当我认为，阮大兄较好读册，伊应该会走来台北食头路。阮大兄迄时阵，伊师专考会着，伊嘛有爱去读。伊认为迄阵成绩好诶，就爱去读高中了，拼大学。师专呢其实是够赞，我嘛足想要读，但我分数拢考无够足，迄袂晓读册啊。结果呢，我搁读高职诶，各位先叫我看觅咧，我怎咧食什么头路？拍纪录片。拍纪录片，迄是我诶兴趣。其实我嘛各位吼，我将伫石牌国中做老师。哦。毋过共问讲，我即个教什么课？因大拢要我教体育诶。我骹遮短，手遮短，无可能教体育。我咧教物理化学这课。我过去到尾我读家己高中诶时阵，其实迄段日子是我真珍贵诶一个经验。大家边边拢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咧走去啊时，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到尾我真啊，因为我老爸是比我高中2年就过身去。各位住伫看影片内面有迄个文迄个，阮爸拢讲拼啊，就是口琴无，阮爸拢讲拼啊。伫日本时代是每一个人拢啊练即个口琴无就拼啊。其实我哆来咪有线谱我叫看无，佫有啥物高音谱、只有低音谱，迄是我做老爸了，我知影无我才知影。叫我去毋知这物件，但是为着我怀念我的老爸，我着口琴甲摕来凊彩练。我本口琴有一个关节。我会晓唱的歌，我才会晓弹。路里面我嘛看拢无。叫我即摆呢，讲实在，阮老爸过身的时，迄只牛袂互别人。我坚持牛车一定要留落来，这是我对老爸一个怀念。所以到即摆为止，我结捌第时，阮妈妈拢有甲我开讲，啊你这牛车用脚去扭入嘞，这牛车你会晓？哦，袂歹呢，健身一下。伊讲即摆捡即只牛啊，伊就先安啊。我嘛真啊感谢讲栽培我的即个，无人会想讲我会当做老师，毋过我今仔日，真欢喜会当达成着阮老爸5万，完成着即个工作。我嘛感觉讲，我伫咧教册的即个顶头啊，嘛真快乐。想甲囡仔，我嘛想咧讲台语，甲囡仔伫咧交流。毋过一遍一个囡仔甲问讲，老师，啥叫catch comment？我死啊！我当时甲伊讲个catch comment，伊讲有你有讲过。我catch comment，各位敢知啥意思？就一遍我叫伊讲卡手 comment。catch comment 哦。我这囡仔讲卡手 catch comment， 叫我嘛是毋知你讲啥。我一遍我叫伊扫头讲卡手 comment， 哦，老师你讲啊。catch comment， 大家知是卡手 comment。结果即马，指导囡仔伫咧演讲比赛、伫咧朗读比赛啊，有当因伫咧念台语啊，念我是做爱笑。有一遍一句讲，咱若无清气水通好啉，因咧合加迄个河泉，你若合顿咧饮嘛，因发明了法，伊念做啥？咱若无清气水通好啉，通好啉无？
这是也嘛真趣味。我是感觉台语啊，面是敢若一个语言，这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思考的方式，迄一个文化的传承，迄是咱永远伫心内中永远的记忆。我是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当然，我发现阮老爸共款意思，其实伊就是一个感情物件，咱来家互伊延传落去。汉字毋惊落土烂，只求基好代代传。感谢各位。哦，感谢咱的林老师，哇，原来吼这支这块啊，后来这个意义遮尔重吼，古早真正吼大家足辛苦的吼，以前迄个系统，我遮巧的人，哪会叫伊去读迄 K 班呢？哈，对无？好，多谢咱的林老师吼。好，接下来咱要来看一段这个吼台往来、紧往来的影片哦。这个影片呢吼内面啊，敢有人即马当咧学咱的这个罗马拼音吼，你会当试看卖吼，伊小当有这个罗马拼音的这个字幕非常的多咯吼，来，等你来欣赏。早月啊，往来当伫外出，伫菜市仔看到往来行，头家开往来的功夫真溜了。20-30秒，一支往来就开好，切割，搁包好，摕互人客。我真放闲，就甲头家开讲，头家真阿萨利，教我一寡往来的知识。内心，咱来明白往来的部位，有叶仔的所在是往来尾，另外迄头就是往来头，往来头较甜，往来尾较袂甜。叶仔顶有刺，爱挂手落仔，才袂互刺插着。往来果仔有肉。肉愈开，往来愈甜。接下来，咱来听往来的声，用复数讲来说，会听到三款无同的声。一款是鼓仔声，较响，咱台湾人讲哈；一款是头仔声，搁一款是肉声，较甜，哈水分较少，上甜，条仔无哈遐甜。肉声果仔水分较济，较粗丝，再来抬落来的往来皮会当做啥路用？头家家己收起来后肥，有人摕去做环保酵素，会当洗头、洗身躯，嘛会当做天然清洁剂，洗衫、洗碗盘、留涂骹，拢真好用，搁会当压花。把粪扫变黄金，环保搁爱地球。所以讲，往来头西瓜尾，意思是往来头甲西瓜的尾较甜，较好食。要讲物件上赞的所在，姓往来的人拢爱毋惊风，毋惊晒，毋惊往来刺插。这些人伫往来田不来打拼。正常好食的往来，咱就爱甲因说多声。好，来，家来欢迎咱的往来专家吼，李玉娥小姐来欢迎。吼，咱若是来较中咱遮的吼，小这边才会去互这个吼，投影机的电梯去照着安尼吼。好，来欢迎。大家平安。叫伊用哦，这就是用罗马字写，就会当拍出来，就知影讲哦，这就是台语。我是会当来，要来进前就想讲，爱先来，哦，拆车票，拆高铁的票，要拆高铁的票。足久无起来台北啊吼，就爱想讲，安尼先敲看卖吼，敲互高铁，问看卖讲，车票吼，一寡代志，结果呢，拄着啥物状况，就听无台湾话吼，对，是安尼，一个小姐吼，一个姑娘啊，伊就安尼甲我讲，我想讲。搁来要安怎？伊听无我要安怎？但是伊咧叫迄听话来应啊，
要安怎？我甲伊讲安尼，因为伊敲电话敲去，是毋是有？你若要听是华语试，伊对无？啊，若要听台语试伊，我就甲伊讲，啊，我是要听台语呢。嘿，尾仔伊就讲安尼好，我等下才麻烦会晓台语的人敲互你安尼。嘿，哦，我是感觉这就是爱互足侪人会当讲，用咱的语言来甲咱服务安尼，嘿，大心呢就是要感谢咱的李港桥基金会办这个活动，再来就是感谢评审，再来要感谢拄则看到我去一个往来店遐往来打遐去拍这个底片吼，嘛是爱感谢往来打的头家，往来打的头家。无咧，伊真亲切吼，就是讲我要拍这个片嘛，我讲你两工过来，因为吼伊爱剪迄个三种声互我听，嘿，搁有一天我去的时阵，伊就找无迄个可能播仔声，较响迄个播仔声，伊就讲你明仔载过来，几点过来安尼，嘿，做大心的吼。我感觉你敢知影我要安怎紧往来啦？知啊，那些对，调啊声，嘿，就是安尼。后摆你若要食较甜的，还是要食水分较多的，就会当甲头家安尼讲。我要用罗马字来书写吼，主要就是讲。有诶，你若无用罗马字写出来，你就会读着去，亲像咱诶李江桥。你若足侪人拢会读做李江桥，嘿，所以咧，咱若是伫边仔甲咱诶声音甲写出来，安尼就袂噪音去顶打去，像遮咧，这是咱基金会做诶对无？对，即个我就看着迄个。小改迄个第三声，即马声第二声。有当时我只，我是讲，我是拍毋对去吼，结果毋是呢，我看我家己拍的是第三条无毋对。安尼吼，顶打去啊。真感谢就是希望讲大家，咱的语言无论是原住民语、客语，还是讲咱的台语，咱是毋是讲一种语言，毋是讲干那是听甲讲尔。咱会晓听甲讲，是因为咱拢无迄个教育，咱互咱去读，互咱去写。咱即摆知影讲，咱会当书写，希望讲搁较侪家长，搁较侪囡仔，大家拢来学，咱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用咱的文字来书写。好，以上。好，多谢。嘛，迄小姐讲了，节目对吼，咱吼标题，规矩的规，好嘛唔对好，咱改一下，多谢大家，大家拢足厉害的，真正咱的这个语言吼，咱以前就是无甲写落来，所以做真侪音就是安尼，你讲一款，若无写落来，就无一个标准嘛吼。另外就是咱小姐都有讲，敲电话去迄个高铁。感觉这个方面吼，大家爱当多多来利用啦吼。真侪这个公司啊，是讲一寡服务的所在，拢有这个台语的服务，咱就甲试对无？伊讲要听台语，请试你，你就甲试你。来厝内一个人，伊若搁甲你讲华语，就讲我是试你，我要听台语。其实吼，即摆会晓讲的人是足侪，搁较侪人来利用吼，这个服务就会愈来愈方便安尼吼。好，来，咱过来看一支影片呢吼，这是咧讲这个台南的空主庙。为什么毋是庙来？毋是台南空主庙介绍，大家好，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顶港名声下港上出名的一级古迹专台守候台南空主庙。台南空主庙是台湾上早成立的空主庙，伫1605年建造。进入空主庙，咱会当看到摇椅墙拢是红色的，这是因为空主公是周刁民。苏当时
红色，代表着高贵，所以孔子庙的围墙才会拢插做红色哦。那安尼，为虾米孔子庙毋是庙？伫孔子庙内面看袂到神尊、暗道甲熏炉，嘛无水果甲贡品，这是因为孔子公毋是宗教神明，所以是用行为来代表。孔子庙的大门嘛无画门墙，伊是用木来表现伊尊贵的地位。孔子庙甲金庙上大的差别是内面护栏的颜色。一般的金庙主要是用红色，宗祠则是用乌色，所以孔子庙毋是会当烧香拜拜的金庙哦。三人来到海岸边，不管啥物人来到这，不管你是骑马还是骑铁马、赛跑车还是坐三轮车，来到这拢着爱落来用行路的来表示尊敬哦。孔子庙的大神门，户名用意是因为孔子公是这大神的后者，总神门4个门顶。总共1半空8粒，这是因为伫易经内面9是有数之吉，表示对孔子公的尊敬。大神殿是孔子庙内面上悬的建筑，代表着宗教的意思。大神殿的条仔顶悬拢无写对联，为啥物会安尼呢？这是因为人讲，伫官邸也面前不弄大刀，伫孔夫子面前唔爱用文章。马龙二路又号做秀才路，施工时会当行秀才路的，拢是这么简单的人。这个秀才必须经过马龙甲二路，才会当进入孔子庙，表示为着要求孔子公之道，爱依循着礼仪。古早时代参加考试的秀才，爱先到孔子庙参拜孔子公，然后设范梨一个，并把范梨内面的水钱插伫咧碗边，称作油饭，鼓励学生仔爱认真求学问。因为历代皇帝拢是尊孔子公为老师，俗语咧讲天子拢经上早朝，所以祭典拢伫咧日头还未出来时阵就开始啊。祭典有一个最特别的活动，叫做挽地面舞。若是挽着牛头到文天的舞，就考着上元的福吉调。也毋过有足侪人行牛会徛，嘛会当改用网咧。俗语嘛有讲，王牛头子孙会出头，王牛喙大富贵，以及王牛耳食百鱼等等。虽然常常听人咧讲，拜孔子得着智慧，拜文昌得着机会，不过做人嘛是爱脚踏实地、认真拍拼哦。那安尼就介绍到这，多谢大家。好，安尼咱即马再来欢迎咱的林心如小姐哦，要讲的代志足多的吼，有哪有够紧的吼？来，大家好，我是新台中的老师。来，给我马进去来。大家好，我是新台中的学生林心如。真正我想要先感谢我的老爸老母，阁有感谢李江桥基金会，让我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我的理念。我会想要拍这个影片，是因为之前我伫咧学校实习，阮班的学生有一摆就甲我讲，老师，我今仔日中昼食水骹，我有伫遐想规看无，水骹到底是啥物物件？结果原来伊是咧讲水饺，我听一个感觉空骹饺。台语不管是咧听讲、读写拢是足重要代志，所以我希望会当互更加侪人会当了解台语的问题，多谢大家。好，多谢林老师，我来你透露时啊，讲回答你赶快我就紧的，够厉害，来请。好，过来，咱过来欣赏这个影片呢，是思念顶的时阵，吼，这嘛是非常感性的一个影片，来到底来欣赏。我的阿嬷，这是我的阿公，因两个是我一世人上爱的人。自细汉，我就足爱转去阿嬷兜，迄时阵有啥代志，转去敢若知影佚佗。时间好亲像空气，你看袂到。掠会着，但是你嘛想无路，倒袂走。我着安尼一工一工大，我头一看，你全物件较无够用。大学迄4年，我选择到南部读册，我爱当每礼拜看着恁。会记我大学3年的时阵，因为课业的关系。需要恁甲我斗相共，结果是害阿嬷出车祸。迄时阵我非常自责，
我分袂得是我倒伫个病床顶面，但是你将来毋捌怪我。我毕业啊，天好啊，因为找无头路，伫咧烦恼的时阵，因拢甲我讲，看来，倒来，歹来咧毛一步摊，免烦恼，紧事看办。即摆我伫台北食头路，定定想起你，经过了好无？天气顶有穿阿烧，还阁有我爱你，我真正足爱你。我有影一定会倒你看，你一定爱食饱。哦，实在是太感谢了！来，欢迎咱的气象维先生来。哇，阿公阿嬷有来无啦？无呢。无哦，啊你有甲因讲无啦？无呢。哎呦，莫安尼咧啦！哦，这已经是这微电影的品质啦吼。我先感谢主办单位，我有这个机会啊。应该了起来，你应该看会出来，我同阮阿公阿嬷感情足好诶。所以其实我这个影片无讲特别去甲比出来，因为我平常是就爱影片，所以我是看这个比赛，所以我甲我平常是记录因的画面甲安排这个比成这个影片啊。我感，因为我阿公嘛甲我讲咱台湾人就爱讲台湾话，我而且我感觉台语足好耍的，而且我现在打电话回应的。台语有一寡，就像头仔迄位老师水饺讲水卡，阿公也讲，互相小疼苦，还是讲互相小照顾，嘿啊，就是一寡足好耍的俗语，嘿啊，阮打电话到尾啊，大家爱互相保重哦，你若讲安尼，嘿啊，所以我感觉台语这物件，阮毋通袂离，而且咱台湾的影片，阁有足侪电影。嘛，爱加入咱台湾的文化，安尼咱台语会一段一直流传落。谢谢大家。多谢啊，多谢这喜事是吼，台语讲乌讲台话咯吼，你就是咱的这个吼年轻一代的代表，我们的种子。对啊，咱的喜事是有讲，你阿公阿嬷吼，佫会甲因讲迄个保重就保重吼，这个保重嘛，咱知影拢这话句来的，所以讲，咱讲这当然有的人会讲啊。但是嘛，有人讲吼，这个台语嘛是有咧这个变化的一个情形啦吼。所以其实讲到咱台语咧有真侪物件吼，以前是要哪讲，因为以前无迄项物件吼，所以毋知影要哪讲。所以咱就要来看一个影片吼。咱若女性咧，定定出门的时阵咧，咱拢爱安怎咧化妆对无？吼，即摆迄化妆品啊吼，哇，迄名称是有够侪啦吼，但是咱若较讲嘛是NG名，吼，咱会干那 NG 咧对无？吼。顾目睭咧，顾目睭就是足侪项的，顾喙皮嘛足侪项的，顾这个喙唇的嘛足侪项。到底即款物件吼是爱安怎讲？吼，我嘛足好奇的吼。我嘛咱即摆来看这个好宝吼，要甲咱化妆吼。当然伊讲到的物件无讲真侪啦，嘛咱嘛足期待咱的好宝吼，一项迄物件要哪讲，你拢甲发明出来，好无？来，到底来欣赏。
谁来看我？奇怪。就是我这个眼睛。哦，啊，唔过是只天后座。哦，唔是 USB 啊。无平顺都会出来笑，你看我有平顺，我嘛出来啊，有无吼？来，甲大家讲吼，有够专业的，来，有啥物话要甲大家讲无？有无？就是我迄个参政界有一点工作创出来，我感觉讲毋着无着袂着奖，啊毋讲人伊甲我讲我着奖的时阵，我虽然惊一个，啊毋过我阁是足欢喜的。你感觉阁有欠啥？摕较悬的，有想要啥物物件无？做倒位的？喙齿好无？啊，无做喙齿的啦，好，多谢咱的好宝，多谢。好，来，稍后咱阁来看一支影片吼，这是秘鲁甲野兽，来，甲大家欣赏哦。今仔日是好天，我要来去树林内底散步。啥物声音？囡仔救我。有野兽，是要安怎？公主，起来做 CPR， 还阁有 AED 的急救步数。叫，叫，喊伊的肩胛头，确定伊有意识无？叫，若是无反应，叫囝人紧敲129，而且摕 AED 过来，试实行心肺复苏术，骹手买了，出力试胸口的中央，先甲衫脱开，伫倒面的龙头下面，甲正面的胸骨骨下面，甲电极大片打起来，扫落来听候指示，开始电极。你真神啊！感谢你甲我救，其实我是王子，多谢你。哦，足趣味的影片吼，咱即摆来欢迎咱的王英忠先生吼，足有创意的，来，来。主持人，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各前辈大家好。那因为这是阮第一届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政府拢咧宣传这个咱急救的物件，所以阮靠这个想法，做这个 AED、CPR 这个宣导影片，互大家了解知影。那我嘛是高雄囡仔，那嘛是伫台北做工课吼。啊，个人认为台语是一个上美丽语言。啊，我嘛是甲家己的囡仔拢讲台语，互因会当接触即个语言。啊，拄仔这位老师讲的这，咱吼即个上水的语言吼，甲传承落去。啊，希望各位拢继续支持这个咱上水的这个台语，吼，多谢大家。我你的工作是甲这个急救有关系吗？无。啊无哦，所以这是一种科普的概念的。对，咱就是希望大家，因为这个 AED 这个物件，即马伫不管是庙寺、公共场所拢会有，啊，三不五时新闻嘛是会报讲，咱临时队有人中用倒落，啊，大家毋知影这个物件要怎样，嘿，啊，佮这个 CPR 这个物件，
爱当希望会当用上简单的方式，互大家了解。因为我感觉你这个影片做到真正非常好，简单的几句啊话，还佫有足够多的物件，了解吼，而且咱台湾话吼，毋是讲家己咧出来，吼，咱这真侪社会事，也是讲科学的物件，再来表现。所以讲希望后摆佫会当看到你的作品，好无？好，多谢，多谢咱的翁先生，多谢。哇，时间过了非常的紧吼，咱的今仔这个颁奖典礼吼，敢若差不多要结束了来。是吼，所以讲啊，吼，咱来一年一摆的这个吼有影讲台语吼，会愈来愈精彩吼，咱台一定会非常的期待。明年毋知是啥物款的情形吼，啊，咱今仔上到尾吼，咱来压轴吼，要来邀请咱的当时吼，咱的阿玲老师、单冰玲老师，来甲咱鼓励一下好无吼，甲咱期待一下，讲后一年吼，大家爱做啥物款的作品出来安尼，来，大家掌声欢迎咱的阿玲老师。啊，真正拢知影讲台语吼，第一，就是爱这个家庭教育啦，吼，这个是这个顶地汤后地吼，互相相疼，啊，才会当讲台语。啊，在做遮个吼，看恁的年会吼，有真侪恁的老母后辈已经袂晓讲，袂晓讲，有真侪。那我这年会阿公阿妈老爸老母也会晓讲，啊，有即款年会，连父母嘛袂晓讲，即嘛是问题，吼。啊，这个咱这个吼种叫做有影讲台语啦。啊，毋你若对唔爱有影讲台语哦？对对。而且无共无，有影讲台语甲有影讲台语安尼有共无？无共吼，有影讲台语是 two sentence 是两句，啊，有影讲台语是 one sentence。对，所以有影讲台语爱有影讲台语。今仔日伫遮的人，大家转去吼，爱说人讲爱大家有影讲台语，吼，毋是要比赛在讲台语，是有影爱讲台语。好，大家换好。希望明年吼，哪一个人来，我看到最近拢真悬吼。对。摆是讲这个活动吼，有得到真大的这个回应。我来讲吼，啊，即马吼，为这个台湾改条话题几啊代吼。拢无人咧重视，但即摆嘛也袂重视，所以咱爱趁家己嘛变好，对啥？对。好，多谢多谢吼，啊，而且来甲你讲一个吼，咱今仔看这所有的影片吼，拢继续会伫这个 YouTube 顶悬，好当看吼。啊，你会知这个拍2017年的有影讲台语吼，咱所有的参赛的这个影片拢会一个走出来吼，大家一支来欣赏吼，啊，嘛会使来介绍互咱的朋友吼，到底来欣赏，希望讲啊，咱来明年有更较多的这个影片吼，到底来参赛安尼吼，上到尾。